嘿，现在在收听本次音频的你，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啊？别的先不说了，我现在要你看着我的眼睛，告诉我期不期待接下来的内容了。我就知道你会很期待的，但是期待归期待，有件事情还是需要你来做的。知道最近有一个活动吗？对，没错，在猫耳。记得评论哦，评论好之后再去听下面内容，不然的话，想反驳我？哼，你以为你现在在哪里啊？啊？我要我觉得，不要你觉得。这个地盘是我的，你必须听我的。好了，快点评论。好累啊！评论完毕后，你才可以继续下面的内容。听到没有？拜托了。好了，那让我们接下来收听下面内容吧。一定要记得哦，一定要评论哦，一定要评论，听到没有？说的就是你。嘿，同桌，小吗？什么？作业啊？作业嘛，这不是有我的宝贝同桌吗？有你在，我还怕作业不过什么的吗？啊？哎呦，别嘛，我不要自己写。不要嘛！啊，对了，所以今天的作业是你亲自来检查的吗？哦，好了，我写啊，写还不行哦。真拿你没办法。哎，人家想找你的作业抄一下吗？哎，你昨天是做了什么事情啊？啊？没想到我的学霸同桌居然上课的时候睡觉啊！哼！偷！别掐！不说了。哦，怎么回事啊？可恶！复习了啊！真的是。哎，对啊，话说我的学霸大人，复习这么久了，是不想趁着复习的时候，什么？老师，我，你叫我啊？什么事情啊？哦，起立是吧？好。然后呢？我才没有不听呢，我当然会做啊。这道题的答案啊，哪道题啊？你再指一下。啊，这道题是吗？
这个角是，我知道的，不要说1225.5，是不是？好啦，我知道了，老师，我不讲话了，不讲话了啦。好，谢谢老师，那我可以坐下了吗？哦。哎呦，哎，还是被老师听到了哎，可恶！啊，同桌，学霸，小姐姐，宝贝儿 ，baby，老婆，孩子他妈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又睡着了吗？哎，不过你把你的脸就这么朝着我，就不怕我干点什么坏坏的事情吗？哦，傻姑娘，蹲下。这天怎么还会有声音呢？嘴巴。哎，你怎么还不起来的？怎么还不起来啊？我好无聊的。搓你的脸怎么都不醒来呢？啊，我的小媳妇睡得这么沉的吗？真的是。不过这个脸好滑哎，不会，哇，这么舒服，皮肤，还有这个小耳朵。哦，还真的是，哇，牵一下小耳朵，还闻到了头发的香味啊！你看着我干什么？没什么没什么，你怎么起来了？耳朵里怎么会有水啊？我跟你讲哦，刚才我不小心喝水，就，对，没错，就是沾到你的耳朵了。然后发现你耳朵确实脏脏的，所以我就趁那个水加上那个餐巾纸嘛，就帮你擦了一擦。真的啦，餐巾纸。好了，我说实话，我是用我的衣服，就是帮你擦的，所以你可能就会感觉我手的温度和你的耳朵有接近，对不对啊？哎呦，小傻瓜哎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这一睡都睡了一个上午了，知道吗？我干嘛叫你啊？我看你睡那么香，把你叫起来，你万一突然不爽了，一拳揍过来，我不是破相了，是不是？好了好了，不要抢不要抢，我痛！啊！你刚才说还挺轻的，现在怎么越来越重了？好了，放手，放手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不放手的话，我也不放手啊。快一点放手啊！你知道吗？我好像摸到你的口水了，臭的。哦，不要这样子看着我。谁的嘴巴不是臭的？你看我的嘴巴也是臭的。你不想闻哦？去，不闻就拉倒哎，还不给你闻呢。哎，我肚子饿，你饿不饿？啊，挺饿的哦。那怎么办？要不请我吃饭？
为什么啊？为什么不亲我？哈，我没叫你起床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是为了你好的。我看你睡这么熟，再说了，你身为本少爷同桌，你是不是应该告诉我，你为什么昨天晚上没有好好睡觉的？一定要告诉我。如果是什么不恰当的理由的话，我要惩罚你的。但是如果你说你是在半夜里面想到我，然后很想和我在一起的话，我就原谅你，而且这顿饭我来请，好不好？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为什么不能为了一顿饭出卖灵魂嘛？出卖一次不好吗？你就说我在半夜里面做梦梦见你了，然后想到和你在一起很开心，越想越开心，突然就醒过来了，然后就感觉脸红红的，心痒痒的，耳朵烫烫的，然后就睡不着了，然后就这样子，然后今天再看到我，就觉得很踏实、很安心、很舒服，就突然睡着了。你看这样子多好啊，我就会请你吃饭了。什么叫做一顿饭而已？那你请我。我跟你讲，食堂里没有饭，现在起来都没有饭啊！我看看时间哦，离上课还有差不多10分钟，下节是体育课，所以大家不在教室里面，对没错？那这样吧，你亲我一下，我就带你翘课，然后带你去外面吃东西，怎么样？保证不骗你哦。什么叫做没有那种关系就不亲男生呢？连我都不可以吗？你好了，但是我亲你。然后我要跟你说的是，你以后就是我的人了。我现在不对，要再正式一点。本少爷现在就要跟你表白，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。我要你亲我，我要看着你睡觉，还要无时无刻可以亲到你的小耳朵。我不接受你的不接受，我呸，我不接受你不能不接，反正你就不能拒绝我就对了。你答不答应？为什么这样看着我啊？你不答应也行啊，你说。你你主动亲我的？那我们现在就是那种关系哦。好了，走吧，我带你翘课，带你去吃好吃的。从此以后，你就是我的女人了，你就是本少爷最疼爱的那个女人。我爱你。
，baby 啊，这支音频就要结束了，你喜不喜欢啊？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关注我哦。哦，对了，小九有个 QQ 群哦，要不要加一下？加嘛，好不好？你加了吗？